好啦，乡亲朋友，歇困过後啊，轉到福起來節目嘅現場咯，好悉身散線，今日來同大家小解是係一個野哦，講到野嘅嗬，阿像鄉親朋友應該對一個成百嘅思維來講，應該咩要當到嘅東西，你做嘅像野像樣本期發揮到一個清好，即係講佢所有嘅東西唔好講我跳睇就跳睇咧，冇聽說加盟下嗬，佢做嘅。有其他嘅一道一個功用啦，吼，像講你根本講到嘅嘢就係按樣去咯，一個林太高頭先講到嘅按道嘅鋪付，也係看到面頭前嘅也係嘢咯，薄荷嘅嘢。薄荷嘅嘢。唔過我想去問嗬，葉片嘅嘢都冇像人嘅東昂要按用一條線咧，嗬，而家線係做乜嘅用嘅啊？因為一般嘅嘢好，但係嘢好唔可以打掃，我老姨。開發一個雞腿，仲要俾開一條線呢。開一條線。我是水嘅時節，我哋咧這個道路一切開來，哎呀水濕起來，一啲不有鹽用，這裡都鹽用，是鹽用還可以拿到容器燉爛啊，所以燉嘅呢水爛啊，還可以煮雞湯啊，全部可以用，又可以做容器。古時唔係講也係水濕起來，你就。攞佢直接拿來調佢，也係講拿來做其他用途，就直接你講，鄉親朋友買進去屋下，好，也係水濕起嚟，佢做得拿來整水卵，韓國就係燉雞肉，燉豬卡用，乜個都可以。真是，唔係講是按你試試。一般的小魚炸都水濕喺度搭起，乜個都冇用到。其實也好，但係有也個即重要嘅秘師，你知道？只不過有成分啦，你燉雞肉當補了。哦，按樣見咯。係啊。古時唔係講，按樣都做得實體就上嚟，學一路開下嚟嗬。生意啊，一嘅要風險咧，講到現場。也都係做嘅定嗬？可以，也都可以。按樣都開好嚟啊？按你開好嘅。哇！唔過一水走出來當打餸咧。都愛18檔啊，18條嘅嗬，12條嘅嗬，一點樣動槍係嘛？做條本鏡頭看下嗬，阿用略看下嗬，真係呢，地方都有個水族動槍都，看都看本無嘛嘅得出來啦。你看得到呀？也有好嘅啊，唔好嘅啊。係樣顯嗬。係啊。好。本來儲存你哋試一下嗰度，動槍咯。而家現場破開兩個現場，先試一下。出來試試看啊，也係非常重要嘅呢嗬。一最多一原汁原味啊。哇，真是，也唔係講嘅滋也嘅味是，也做有嘅香味哦，韓國都甜呢。哦，好食。呀，阿爸有，這裡都也用。也用，按樣不用做的嘛，ช่องกิน做唔得嗬，有啲風險的嗬。也做係按你嘅也用，直接按樣都做得食咧咩？直接都可以食咧。好，也做按你嘅也用啦，做得食。唔過我講也下我可能就食一啲咧。一啲咧，就食可能。食可能咧。車。當 Intel 影響。有嘅。椰濃將佢嘅香嘅味先出來。椰醬。嗰時候平時買咗去也唔好打掃。唔好打掃。做得食，嗬，將按樣去，嗱，鄉親朋友看下嗬，也做唔好打掃嗬，做得生意拿來做得做一個人帶俾來食。哇，好，而且攞幾樣都有。哇，阿爺，生意做得人講錢糧退貨，嗬，供貨以外，也做得。拿來直接盡量搭來食，韓國嘅燉補嘛雞湯，係雞湯，水卵都係一般講嘅蒸蛋，係嘛？蒸蛋係，一直接變落去木頭度係嘛？係啊，也可以煮飯，椰子飯當香。哦，老人哋嘅米變落去煮，哇，真是呢！嗰陣冇打餸嘅。就完全就冇打掃啊！韓國呢，日本生意嚟出價來試看下咧，嗬，其實咩應該會吃到一樣神奇。啊，適合咧，如果拿嚟可以做工藝品，好，冇打掃。適合咧，地方都會肉適合咧，過後都係喺一下現場看到一條嘅工藝品咧。
因為到工藝品，我想唔係講我一下想愛做我就做會得做呢，也到你都要教你做啊樣嘅有，那你早期有做也要工藝嘅教學啊。係，沙期哦，而到沙期地方都要幾多年來，即講來學也係來做。來學啊！也都要賣嘛。冇，暫時還冇賣啦。係。唔如本他講人睇啲他家歡喜嘅朋友嚟做 DIY， 他講人嚟共同用下嚟談富。歡喜嘅朋友，你就上來大家聽下來，唔免看下嚟，可能做得做出乜嘅樣嘅東西，你就上過一下多件嗬。大家起來做出去多做嘛，要算過嘛。哦，千多種，唔上到馬街都可以做馬嘅啊！上到馬街就做馬街，就像頭先講嘅鞋貼嘅。係鞋貼嘅，唔上講嘅，比做膠嘅啊，比做絲嘅都可以。山嘅咩做嘅嗬？都得。哦，我用印象都摸嘅做嘅嘛。都得啦，要當摸嘅嘛。哦，錯我嗬，咩要摸嘅嗬？係一按到嘅東西嗬，應該向前朋友嗬，也基本上啊，講過後大家應該要較清楚、較了解咧嗬。講到嘢位啊，先從起身係看到。葉片，葉係乜嘅啊？葉嘅楊嘅幼苗。係啊。係用咩？葉係下輩嘅係，啲嘢。葉係本身的葉。就用葉學，你就做出葉嘅種出一條咁樣嘅楊嘅係嘛？一路葉嘅神智，一路傳宗接代啊，一路再延伸出來啊。係啊。嗰時候係本地嘅葉啊。也係本地的葉地方，佢煮到哪？啊？葉煮到哪？葉喺地地方發酵以後，又會培芽當冒芽出來。哦，嗰時候啲葉就係像人講頭先講到較老嘅，熟嘅，跌下來過後，佢地方度都會有。就開始發酵以後做成胎包。就會有籽。有籽啊，又會不出來。哇！也都做得拿來種到不下呀？種到來路都得啦，都好看。好看。也係講愛種到健康。也都得。哦，真是呢，阿樣講下來嗬，所以一路阿樣頭先講到一下嗬，係發現哦，所以頭多面啊，也計都係呢個葉來講，用到食材愛吃到都。你親自全部用嘅。還有冇講到嘅冇啊？所以講所有嘅東西哦，唔像比如講，我哋呢粉呢，更加，我哋呢空氣。土質咩清好嘅嘛，以後你可以用葉嘅粉咧，代替葉嘅奶肉嚟種出。頭先都講一檔葉都按直接做，韓國頭先講到嘅頭前嘅粉，做得拿來種植物，個上輩子其實應該咪做得嗬？做得，你土生係我講咩？不是咯，葉嘅地杯嗬，有一種嘅。地杯嘅，拿出來你不會用。我做一下你看，就係拿出來你不會用。葉色咧，一下就影響畫面可看得到嘅嗬，就係種葉嘅植物。哇，種棟多呢。可以種。我講嘅，地杯嘅水拿出來你不會濕。濕睇咧。你杯嘅粉拿到地杯。拿個地杯用，地杯嘅水拿來濕，攞杯成嘅變咗粉，變到地杯倒去，你就做定拿來種植物，實在很強哦。可以全部循環，然後一堆變也可以。好，葉頭先講到煲雞湯都好食，還有乜嘅特別料理嗎？你自己平時會食嘅料理？料理可以做多種嘅。可以做嘅雞湯啦，又俾你他講要燜嘅飯乾啦，油飯啊，燜飯乾啦。也可以做容器咩？都唔是太過帶去買容器咩？一買起嚟又可以做，你講嘅碗嘅板。碗嘅板咩做嘅？你做得啦。很多喺講向前係要可能都冇下面做得免可能嚟，免可能生嗬，可能還有其他嘅方法。講到葉尾，我想存到3分鐘嘅時間嗬。你嘅除咗葉之外哦，你還發明其他嘅東西呢？嗬，前一步嘅，好，也剛講到寒天嘅下做，沒有做前一步冇研究之前嗬嘅高麗菜係啊，做產量挺多咩？你還發明咧新嘅機器係冇？一新嘅乜嘅做法撈？係做，也係乜嘅高麗菜餅。一般我哋客家人嗬，全部做入嘅醃製嘅。
卤东西，卤高丽菜，啊，不过高丽菜它因为人较无流汗，较无做较艰苦的事，所以咧太咸啊。啊，不过伊遐硬无用盐，冇用盐去卤，没用盐卤，冇爱用嘛介啊？用菌，用酵素，就是乳酸菌。用那个乳酸菌也係酵素來去卤高麗菜。係種，然後攞去壓，壓俾差唔多一粒高麗菜，差唔多存到1/10而已啊。哦，一粒高麗菜本來可能按太粒，同3斤可以壓俾存到。就扁扁嘅，中意講嘅扁嘅。係扁嘅樣嘅，啊條多我哋咧過去都同高麗菜切啦，拿嚟曬。韓國愛滷鹽，我個生熱條，滷好要攞去一個乾咧，硬嘅度誒，你嚇動作講咧，哦，多唔多嘅事啦，係，啊伊嚇唔是，伊嚇都做親，啊不用到一扎桶嘅地方，你用酵素，叫做浸嘅高香，買啲特殊嘅機器，攞去水壓出來。哦，特殊嘅機器咩買嘅係你自己發明嘅？發明嘅啊！你發明嘅啊？冇嚟買啊！冇嚟買啦！我鹽泰國來發明啦，嗬！韓國呢也嘅發明啊，我問下也要記得去申請專利嘛？慢慢嚟啦，嗬！哦，真係咧，用鹽泰國，你都講轉到地方行啊，咩為地方講算起來啊，嗬，有動到嘅貢獻嚟哦。因為我係農民啊，係，當做農民哦，真艱苦啊！有做無事啦，嗰陣講哦，嚟鄉村也要農作啊，農作物啊，那做加工法，嗰有量嘅加工法啦，都下巴多農嘅鹽是按艱苦啊。哦，按講真實咧嗬。多農嘅哦，種嘅會熟成咧，唔係太水咧，會風采啦。時間到咧，下200張個搶鹽泰國嘅老太家講，係唔知什麼咯？後來，人叫每一時間哦，都多嘢咧哦，嗬！你講鄉親朋友想我哋行較多嘢嘅嘢嘅項目，都愛來潛點泰國咧，都多嘢位哦，嗬！我來聊下，家下聽記得聽聽，你運動先生向下來學學運動咧，希望大家。